道来认真确认家己的信念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搁一摆，同心来祈祷。主安安静伫你的圣殿，要听上帝你的话。无论是通过圣经所宣读的话，或者你圣神要对每一个安静、较无你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恳求主你对阮讲话，因为你的话要正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阮伫你面前恭敬听，恳求主你互讲会听的。拢平平来领受上帝你所想事，从头生的福音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一个，就是定心安静，通过圣经来确认咱所信是什么。咱的礼拜中间，咱拢有信仰个别。兄弟姊妹，咱所信仰个别的使徒圣经是一个1800几年的一个讲道片。伫第2世纪，教会拄着异端的冲击，换一句话，就是伫信仰的这个大家庭的内底，拄着社会侪主张，包括内外的主张。有的是社会的思想，有的是教会内底对耶稣的话的解说。因为无同款的理解，所以就产生无同款的主张。使徒圣经的形成，是因为伫异端的世代，教会感觉安尼袂使，因为伊讲伊的，我讲我的，所以伫第2世纪，教会就开始咧思考讲，咱是一个信仰的家庭，那安尼咱爱甲咱的囡仔讲，咱信什么？兄弟姊妹，使徒圣经就是因为安尼来开始。咱咧念的过程中，我毋知咱敢有真正甲伊当作是一个咱信仰的教科书，好好去想我所信仰个别的每一句话，到底是咧讲啥物？伊讲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伊到过后，伫这个信仰个别的顶端，并无讲我信圣经上帝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伫第2世纪的时，教会也未形成咱手中的这本圣经，并毋是讲无圣经，是伫第2世纪的时，所有上帝的话，多数拢是用爸爸讲互囡仔听，阿公讲互爸爸听，然后教会的列比、教会的牧师就讲互会友听。所以伫第2世纪的时，也无有一本形成咱叫做正典66卷的这本圣经的册，所以咧信仰个别个内底，并无讲到我信圣经上帝的话，但是迄个话早就已经写伫保罗甲约翰的批信的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思考，因为我相信，咱今仔活伫这个世间，咱有受到这个世间的挑战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因安怎主张，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思考讲，阮的家庭要有一种信仰的主张，是甲社会主张无同款？愿上帝感动恁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恁亲自对圣经找到耶稣所讲的话。今咱所读的2段圣经，一段是伫诗篇119篇。一段是伫马太福伫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的内底，一个故事是顶头生的福音的故事，一个是咧讲起上帝的话，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兄弟姊妹，咱常常口头安尼亲像口头语、口头禅，咱讲上帝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就写伫诗篇119篇。诗篇119篇是所有诗篇内底上长的诗篇，嘛是一个上界用圣经、上帝话、上帝律例最中心的一个信仰的个别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间
有信仰个别的教会。今仔日咱的这个周报中间，咱逐礼拜拢咧用的这个信仰个别，是1800年。今仔日咱的师会印红长老伊的祈祷的中间，伊有念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，是定根伫本地，佫是普世的。有过去的信仰个别，有咱总会的信仰个别，但是遐个姊妹得等教会，敢有咱共同的信仰个别？有，咱用1800年前的信仰个别做咱的中心，然后咱幸福，咱尊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00几间共同的信仰个别。咱得等教会伫这个基础的顶端嘛，建立咱家己咱的教会信仰个别。虽然这个基已经退落来，但是我唔知恁会记得，伫过去咱调这个基内底讲到。咱得等教会是一种什么种的教会？伫咱的周报，咱伫这个所在讲到5项。阮的教会是一个用耶稣基督做中心的教会，阮的教会是一个追求真理甲活命的教会，阮的教会是一个愿意甲社会无距离、零距离、没有围墙的教会。阮的教会要加做所有心灵陪同大的人诶。心灵的家庭，阮的教会要成做一个甲人同得福音好处的教会。啊，你姊妹，这就是咱的信仰个别。咱莫举香对拜，咱要信，就要信互彻底，信互清楚。对咱的理智，到咱的感情，到咱的生活，啊，你姊妹对无？咱信都要对咱的理智、到咱的感情、到咱的行为，因为信若无行为嘛是死的。就亲像肉体若无灵魂，就是无活命的。所以信念是一个真要紧的决定。求主，互我有更较济的能力甲智慧，安静诚实，继续徛伫这个讲台。我所对恁讲的话，毋是我的起毛字，无应该是我的起毛字，嘛无应该停留伫我个人的理念甲主张。既然每一个徛伫这个讲台顶端上帝的奴仆，伊应该拢是互上帝的话家己讲话。每一个坐伫礼拜堂内底的兄弟姊妹，拢应该用敬虔的心讲。上帝你的话是信实的，我谦卑接受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对待，信仰是一种的选择，什么种的选择？价值观念的选择。你感觉摆什么种的生命较好？愿你幸福，愿你快乐。意思是讲，你愿意选择什么做你的神，迄是你个人的选择。但是我甲我的家。约书亚讲：“我决断要服侍天顶的上帝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做礼拜是重新家现洗眼后清气，斟酌来听上帝圣经的话，安静伫祈祷的中间讲：自过去我的价值观念若无好势，主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。互你的话读你的话做我的信仰个别。求主甲恁三甲地带，21世纪全世界好像就一个新的世代，因为伫19世纪开始启蒙运动，真侪这思想，互人类开始追求更较侪的理智。意思就是无论宗教信仰，无论是知识，拢无应该是玩弄人的思想，每一种的思想拢应该反倒当是偷帮人，互人无伫信仰的中间行入迷信的这条路。所以咱会当借用一个希腊的故事，伊叫做潘朵拉的盒子。恁若愿意，恁倒去 Google， 恁就当看到这个故事。无师无要伫这个所在，
佮重新讲这个希腊的神话故事，意思是将一个奥秘、一个神所无比的人生的智慧，伊甲伊拍开。但是伫咧拍开的中间无拍算，伊说家己无法度受伤，无法度受煞，所以真侪灾害、真侪悲剧，后来经过也关起来。所以这个故事讲到一个真水的故事，就是潘多拉的故事，潘多拉的盒子。启蒙运动、人本主义、西方的体学，真要紧是徛伫偷棒。偷棒的意思就是无互人搁再甲人洗脑，无互人搁再做一个迷信的人。但是偷棒了后，若无有充满，这个人是茫然的。恁会记得一个故事，耶稣赶鬼，一个互犯着鬼的人起笑了后，耶稣甲鬼赶出去。后来，伊搁去招搁较济鬼，搁倒来伫这个人的生命的内底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受偷棒了后，若无真理，有搁较济危机会搁入来伫人的思想的内底。所以，基督徒是一个幸福，因为一起头开始，上帝的百姓常常是安静坐咧听上帝的话。旧约是安尼，新约嘛是安尼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活伫这个世代，其实咱有一个真要紧的挑战。就是咱活伫世间，但是咱到底是毋是要甲世间完全一模一样？所以基督徒伫今仔日面对着一种新的无神论。新的无神论毋是讲我无信上帝，我嘛无信妈祖，我无信关公。新的无神论是用一个抽象的、拍破的、空虚的，用家己最中心的一种信仰。兄弟姊妹，伫这种的冲击的内底，基督徒需要安静小心。咱定心问讲，那安尼我伫这个世代，我会当信什么？兄弟姊妹，恁敢捌想过一个问题？如果有一日，圣经若无搁再是圣经，上帝若无搁再是上帝，那安尼生命会变做什么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对地，摩西也好，保罗也好，因拢讲一句话：用主啊，我宣读，我宣讲上帝你的话，但是你的百姓无爱听。无论是出来记第4章第1节摩西所讲的话，或者罗马书第10章16节，保罗讲：主啊，阮所讲的。阮所宣读的，阮所解说，兄弟姊妹，恁相信吗？恁是看到牧师亲自小丑徛伫讲台顶悬，讲伊家己的话，或者恁祈祷，恁嘛期待牧师照实实在在圣经的意思来带咱读圣经。兄弟姊妹，咱信什么？咱要信的，咱就甲听；咱无爱信的，咱个兄弟姊妹，上帝话毋是安尼。上帝话，你听就得利益，你爱无爱听，就是咱的损失。所以今仔日做一个基督徒，伫最扰乱的信息的内底，咱有一个真大的功课，就是咱毋知要听世间的声。或者要听上帝的声，但是我知影，上帝圣神不断要对咱讲话。这个世间人所讲的话，保罗讲，阮所讲的字嘴听。罗马书第10章第2节，伊讲有侪人按上帝虽然有一个心，但是无照圣经真正的意思。伊用家己的主张赢过上帝的主张。保罗伫第13节伊讲，因为因毋知影上帝的义，因用家己的义，意思就是用伊家己所了解的圣经来赢过上帝伫圣经内底所讲的圣经。
所以当有一日，耶稣的教会，圣经若无搁再是圣经，上帝无搁再是上帝，安尼教会就毋是教会。愿天父上帝真严肃，嘛真温柔，用伊的圣心对咱讲话。雅各书第4章第4节，保罗讲，雅各讲，恁竟毋知影，恁过世俗化的生活，其实就是甲上帝做对敌。也这句话讲了何等的严肃！咱做事的基督徒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决断无属这个世间，因为咱有所为有所不为啊！咱若互世俗做咱心中的主，就是甲圣洁的上帝做对敌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人生的道路顶端，用耶稣的保护，甲咱保守，互做似是而非的道理，袂当侵犯咱对上帝的敬虔。所以咱爱认真确认咱的信，互信仰甲你的生活，成做一个指导的原则。所以信仰甲生活，若有对话意思，就伫我心中间，我所爱甲上帝所爱，伊伫迄个中间就产生一种的交谈。咱都会听到上帝讲：我所听的囝子，迄样代志无好。你常常爱食糖仔，你会皱起；你若常常爱食肥肉，你就爱细字。上帝常常伫咱的心中的讲话。上帝要用伊的祝福、伊的真理来帮助咱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信仰本身是一种的决定。足清楚的决定，就是讲，我决定要上帝的话来成做我生命的原则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安怎讲，我谦卑，我严肃，互上帝的话成做上帝的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在咱的一生中间，这个信仰的选择，是选择上帝，也是选择世界。兄弟姊妹，这个答案不是别人替你回答，这个选择是你的决定，是你跟上帝参详了后的决定。愿圣神帮助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愿意做心中的人，你伫上帝的感动的中间欢喜、肯定、平安。你就照上帝的圣神的带领，照安尼去做，活出自己。但是，不是无听到上帝的话，迄种的自己，是上帝的话掌管你的生命。所以保罗伫的话中间讲：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好叫你们查验、明白、理解能力、观察能力、判断能力。互咱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心中的心意，互咱了解良善顺转通欢喜，上帝看做宝贝。主啊，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，你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，主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。我搁一摆甲咱分享，因为这句话对我来讲有足大的欢喜。这个心神，这个牧师。伊讲，今仔这个世代最大的危机，教会最大的危机，其实这是中世纪100年前的一个足出名的辛神。这个牧师伊所写的真多的信仰的日记，去互荒漠甘泉的作者，甲伊收编伫荒漠甘泉内底足济引用这个牧师的话。其中一句话就是安尼讲，伊讲，今仔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选择。伫这个世间真侪主张中间伫遐拍扑啊，对，这对，这对，却唔知影安静来分辨，这个声甲这个声有甚物无共款？兄弟姊妹，今仔教会敢要会当反转世界嘛？我感觉真有一点疑问。今仔基督徒伫社会中间敢要会当？互这个社会不再是一个染缸，不再是一个酱缸，伊会当伫世俗化中间有所为有所不为。
我感觉基督徒今仔日若当改变家己就足够啊啦，连改变家己都无愿意，何必奢谈？咱要做社会公义，咱要改变这个国家。所有改变对家己开始，所有改变对家己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我要甲咱分享的第二个，其实就是今仔日的焦点。什么是信念？我甲咱解说信仰个别使徒圣经，迄是伫一个异端的时代，是一个异端的时代。教会发现讲，阮需要真清楚讲阮信什么。虽然遐尼短的几百字的文章内底，要甲整个信仰拢讲清楚，真困难。这叫做只要真理。只要真理意思用最基本，所有教会拢同意的，这个是叫做信念。使徒圣经讲：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做下面足体个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咱咧读主祷文，每一摆咱行起来读使徒圣经的时，愿圣神帮助咱，互咱明白今仔圣经所讲诗篇119篇第30节，伊咧讲：我选择忠信的路，我选择忠信的道。这个忠信这个字，其实甲阿门是同字。意思就是信实的，是真实的，是真理的。牧师要甲恁解说，伫旧约中间的阿门这个字，其实就是甲真理是同样一个字。所以当咱咧讲阿门的时，咱咧祈祷的时，对心中就是讲，这是圣经的教示，我照安尼祈祷，是信实的，是忠信的。兄弟姊妹，愿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伊的典章放伫你的目睭前。然后你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，我接受你的话，做我忠信的道。阿门嘛！愿上帝圣神帮助恁，互恁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智慧，互恁因为上帝的话一生的坚持是对的，是无歪错的。愿天父将伊的忠心放伫咱的内底。所以忠信这个字，甲旧约中间的4个字是同款的。忠信、真理、阿门、忠心，其实这伫希伯来语是同一个字根。所以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咱的信仰的中间，咱咧讲我的信念，毋是一种的期末值，嘛毋是一种的知识，是真正对圣经内底所写出来上帝的真理，成做我的主张。我上帝的真理成做我的主张。上帝将伊的判词，将伊的典章摆列伫伊的圣会的教会内底。所以咱的教会通常拢将圣经放伫咱的圣餐桌，伫圣主日才将这个圣餐的饼甲杯来放伫咱的中间。谁有来遮尔麻烦？其实就是要帮助咱的兄弟姊妹知影讲，咱的教会主张的重点，就是用圣经做重点。恁甲我的中间是什么？放伫中间，是上帝圣经放伫你甲我咱的中间。咱是唯一伫这本的圣经的，咱伫遮咧讲圣经，咱伫这个所在咧思考圣经，然后决志。放伫咱的中间是耶稣所设立的圣餐。咱做伙为伫这个所在亲像，咱甲耶稣做伙食饭，一块圆道的内底，耶稣讲：这是我的身躯。这是我的活命，这是我的宝血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，所以要鼓励兄弟姊妹常常安尼祈祷。大笔是一个真够甲上帝讨的。上帝就算做你的话，你的典章摆伫我的面头前，但是有当时我读无。兄弟姊妹，恁敢捌有迄个感觉讲，主啊，这个圣经到底是咧讲啥？我袂了解，我读无。大笔伫这个所在讲，主啊，求你修饰我悟性。意思就亲像一个光照落来了，我忽然发现讲，哇，才有写一篇真宝贝、
爸爸所留予我的一张被。迄个悟性，伊原本这个字是咧讲啥？叫做理解的能力跟观察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将悟性赏赐予咱，然后咱伫主的面前讲阿们，阿们了，咱就照安尼去行。伊佫求两项，第二项代笔求悟性，第二代笔求精明。今仔日书会无读到即句，但是即个字写伫咱的金句的内底。主啊，求你，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，因为我相信你的命令。精明伫即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有好的判断的能力。兄弟姊妹，你有需要吗？当然需要啊！今仔诈骗集团充斥的时代啊，电话卡来就惊到要死，皮皮喘。上帝，你帮助我，我一听我就知道这是诈骗集团。我常常需要伫国外来 email 讲，我是一个什么人啊！我即摆伫银行内底，我继承一个我的什么人吼，几啊千万的这个资金吼啊！我想要将这做好代志，请你甲我联络。你就紧甲联络啊！伊就讲我要甲钱拨互你啊，你口做互我啊！然后大概就发生代志啊！求上帝让咱有悟性。求上帝予咱有好的判断的能力，所有的判断的能力对来，圣经，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开夸咱，上帝用伊的话开夸咱，上帝用伊的话做道路，予咱一生有尊坦的典，伊的判词，伊的律例，伊的典书典章，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。今咱所读的另外一段约翰福音第4章，伊咧讲的其实是一个足要紧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关系人生命的改变，因为伫这个中间讲到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庄舍内底一个古井，迄个古井的边啊，伫迄个古井的中间发生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甲迄个妇人人伫遐咧抢水的这个妇人人，耶稣讲。请你将你的水予我啉，你会记迄个故事吗？迄个故事发生了后，就影响到规个撒玛利亚的社区，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是好撒玛利亚人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伊徛起来做见证讲，迄个叫做耶稣的人，伊将我的隐私，将无人知的我的秘密。伊拢甲我讲出来，后来圣经讲，伊的见证就互侪人相信耶稣是救主。兄弟姊妹，上好的见证，毋是讲因为我信耶稣了后，上帝互我大富大贵。上好的见证就是，当我还未入耶稣进前，我是生活伫一个不自觉的。捆绑、黑暗、羞愧的内底，但是耶稣将我所有的过去的遐个无人知的隐藏，伊将伊显现出来。照讲，这个妇人人应该会见笑当受气，伊会真受气。耶稣将伊的隐私拢讲出来。今仔这个时代真无爱圣经内底所讲的真多。的道德规范，但是为什么这个妇人人伊反倒转欢喜？这个故事咧，甲咱讲的就是，福音本身就是互人顶头生。福音上要紧的本质，毋是新约技术。福音上要紧的本质，就是互人得到头棒，互人的罪。伫咧下面，互人脱离黑暗的关系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个地地。所以，迄撒玛利亚的人就来要求耶稣讲：耶稣，这妇人人有听到你的话，阮嘛要听你的话，请你留落来甲阮做生活。约翰安尼记载讲，因为耶稣会讲道，因为耶稣甲因讲话，所以信耶稣的人就多。42节搁较有意思。
伊讲现在阮信，毋是因为你的话，现在阮相信，是因为阮亲身听到。当我读到这个所在，我为咱在座兄弟姊妹祈祷。主愿你予我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听到庄牧师的讲道。主你予我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是亲自听到圣神甲耶稣的话。兄弟姊妹注意听，你有人时啊听到你的兄弟姊妹见证是软弱的，是负面的，你讲起伊过去的故事，或者你毋通后来摕伊起来做踢笑伊的故事，因为当你用一个愿意用悔改的心讲伊闹鬼的故事，你甲摕出来讲，其实你是踢笑上帝救恩。兄弟姊妹，做见证上伟大的就是敢伫人的面前讲，以前我是一个罪人，以前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但是现在有耶稣。兄弟姊妹，愿咱是真做会晓听的基督徒，也愿上帝改变恁的人生。咱斟酌来想，这段的故事咧对你讲心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予耶稣伫今仔日静静坐落来伫你的身边，对你讲话吗？也在你爱安静，因为耶稣要将一个祝福带到你的人生，伊的话要要求你改变你的生活习惯、思想、意念、价值观念。耶稣要成做你的救主，伊的要求毋是损失，伊的要求是要将一个荣光甲尊贵，互你。耶稣讲求就互你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你开。耶稣讲：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活命。今仔日个世代，人看家己的自我形象，有可能爱设置。我用保罗12章，罗马书12章第3节，保罗讲：你当献自己为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过来，伊就讲一句话。伊讲：我嘛为恁祈祷，求上帝赏赐信心，上帝赏赐这个信心，互恁会当看到家己，很正确的看自己。有的人看家己是一个碰风，有的人看家己是一个自卑，有的人看家己是一个无路用，有的人看家己是一个虚假的。但是保罗伫讲，当你献做偌济的事，你需要有信心，就是上帝圣神甲圣经的光照伫你的内底，用正确的图像来看自己。保罗讲，照着上帝所给你的信心，看自己，看得合乎中道。兄弟姊妹，无简单。咱伫一个正人的中间，咱也看到大位，有当时咱拢真爱去坐大位。但是耶稣讲，你毋通急要去坐迄个大道，迄个主道，你先坐边啊！你若是一个这个主人家，感觉你是一个贵宾，重要的是伊自然而然就会请你去坐。这叫做看你家己做中道。中道这个字就是合宜。你家己知影你家己几扭动，你知影你家己是一个什么种的人？介简单来讲，你知影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知我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，既然我若知影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伫这个世间，我就做什么？愿天父上帝将正确的图像显示给咱。咱会当问咱家己讲。我是谁？我伫过去我安怎生活？我期待将来我是什么种的形象？你若爱将来有智慧，恁读册时敢会当评断？当然袂使，
因为恁的将来考试的结果，甲恁今仔日的付出有关系，对无？但是除了恁的努力甲付出以外，还有一个关系，就是上帝的帮助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想要成做什么人？我将来耶稣爱我，成做心中的人。愿保罗伫哥林多罗马书12章第3节讲：按着上帝所给我们的信，看合乎中道，看咱家己知影，咱知影咱家己伫上帝手中是什么种的积分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。所听的姊妹，我用上帝的慈悲甲怜悯考劝恁，献家己的活命做活祭。最重要的奉献，就是生命的奉献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是理所当然。一个不要奉献的父母，真困难教出来会要奉献的囝子。但是咱咧问讲，伫奉献的中间，我会当教我的囡仔什么种生命的功课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同心合意，阮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。主，求你帮助阮的教会，成做一个用圣经做基础、用上帝掌权做中心的教会。主，阮亲像伫黑暗的世代咧行路，阮有时嘛无把握讲阮的主张是对的。主，其实2000年来教会拢是安尼。对初代教会异端的开始到今仔日，大家世代基督徒拢咧操做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主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阮真认真诚做这间教会的一份子。我们真意爱这间教会，成做一个互上帝你的话发光的教会。主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的话伫阮的中间被宣读。主，求你互每一个拍开心门的人，拢得到祝福。主，我愿意伫你的面前求悟性，求精明，求上帝你的圣神的帮助的理解，互阮会当真清楚看见阮家己伫上帝你的手中，你的计划，你爱阮做什么？主，帮助阮，因为信来称义，因为信来顶头生，因为信来归荣光予阮的天父。阮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